各位線上嘅參加者同埋現場參加者，大家好，我係嚟自 Just Feel 咁講嘅執行總監暨共同創辦人楊思毅 Raymond。多謝大家咧，禮拜六朝頭早咧都抽出呢個時間出席咁聽咁講2025社交情意教研討會，做極都未見到成效，學校點先可以有效實踐社交情意教育？我哋都好感激咧，大家禮拜六朝頭早啊都願意抽出呢個時間親身嚟到。更加榮幸嘅係請到3位分享嘉賓，包括係林正財醫生、張婉文教授、莊承謙先生。接下嚟呢嘅流程將會係我首先同大家分享，然後咧就會交俾3位分享嘉賓，再同大家線上線下嘅參加者互動交流嘅。研討會正式開始之前呢 Just Feel 咁講都好中意做一件事嘅，我哋好強調推廣。先處理心情，再處理事情，所以想請有手機嘅朋友咧，可以打開手機 scan QR code， 然後喺呢個線上感受之輪度咧，點出呢一刻你嘅感受。我哋咧強調感受無分對錯，所以邀請你係可以安全、真誠地去揀呢一刻嘅你係有咩感受嘅咧。我哋有30秒時間，請大家去分享自己嘅感受。見到朋友們已經揀緊自己感受啦，哇！好感謝咧，大家願意真誠地分享咧。原來我哋就算係禮拜六朝頭早啊，好似唔係平時1至5返工咧，都可能有啲擔心啊、壓力啊，因為我哋之前都有經歷咗唔同嘅事情，或者今朝可能搭車嚟嘅時候塞車，又或者可能今日朝頭早屋企同朋友、屋企人溝通嘅時候，係啲點樣嘅溝通？然後令你有啲咩感受呢？咁除咗擔心之外呢，都見到有人有放鬆啦、快樂啦、幸福。咁多咗句啦，我哋希望呢同大家交流一個係感受無分對錯，希望有個安全嘅空間呢，使到大家分享自己真實嘅感受先。咁我哋機構推廣先處理心情，再處理事情呢，呢個感受之輪喺我哋好多合作學校嘅課室都擺喺個班房度，俾班主任返學校第一件事呢，係同學生互相去講自己嘅感受，就唔係一嚟去改功課追通告，而係真係同大家真誠咁樣去連結先嘅。啱啱大家嚟到嘅時候，大家可以見到禮堂啦，都有啲唔同嘅版去邀請大家。有啲咩情景係同你有關聯，你有咩感受嘅呢？因為我哋都相信環境佈置呢係好幫到我哋耳濡目染地去學習掌握相關嘅知識。生活好忙，工作好大壓力，我哋可能會忘記咗問自己咩感受，所以我哋呢啲咁嘅感受之輪或者環境佈置，都係希望提醒我哋每一個人，首先去問一問自己嘅感受，同自己個心傾下偈。善意溝通入面咧有句説話好想送俾大家嘅，叫做照顧自己係俾世界最好嘅禮物。咁希望咧都喺度同大家分享一句，一齊照顧好自己。我哋 Just Feel 咁講係首間結合善意溝通同埋社交情意教育喺本地學校系統性推行嘅機構。咁左邊咧就係善意溝通嘅經典書啦 ，Non-violent communication 或者 compassionate communication。右邊就係社交情意教育5大核心能力。我哋認為兩套理論結合一齊咧，係會好有效地喺本地學校有幸地推廣到學童嘅精神健康嘅。咁但係大家都可能會疑問啦，點解一開始我哋會去揾呢兩套理論？我哋係經歷咗啲咩去尋找呢條路出嚟嘅呢？2017年，我當時仲喺學校啱啱做小學老師，我同一個3年班嘅學生 Chloe 去溝通嘅時候呢，見到佢上堂呢，真係成日都唔見擦膠就喊，我就好猛，我諗老師都明㗎啦，
即係你已經好趕課程，佢仲喺度喊呢。咁我望下其他老師係點同佢溝通㗎啦，模仿下其他老師啦。我都係出盡法寶呢，試咗2句啦。第一句呢就係溫柔啲咁同佢講啦，唔見咗擦膠咋嘛，好小事啫。可能會氹佢，我買個舊俾你啊。樓下文具鋪都有喎，唔好喊啦。當然啦，梗係唔係下下都可以咁啦。我都有好猛、好燥、爆佢嘅時候嘅。我都試過同佢講話，你再喊我就罰你。當然聲量再乘10啦，嚇到佢喊啦，喊得更加勁。咁我都好 shock 同埋好內疚嘅，就係咦，其實我呢啲方法係咪真係能夠有效回應到佢，幫到佢成長呢？定係我只係即係簡單講就係收咗佢聲，然後我可以繼續教我個書，我教我個書啫，佢係咪真係可以學到呢？我嗰下都好似冇諗到呢個問題啦。後來我喺度諗，係咪有更好嘅方法真係回應到佢嘅呢？我就嘗試講話，你唔見咗擦膠，係咪好唔開心？因為你都好中意、好重視呢個擦膠啊。咁呢個就係善意溝通入面好強調嘅感受需要。呢個時候呢，佢本身耷低頭喊緊嘅，抬起頭笑住又喊住，振臂一呼同我講話：好嘢，阿 Sir，你聽到我講嘢啊！咁我嗰下好震驚嘅，都好驚喜啊！原來我一個咁簡單嘅回應，如果真係能夠聽見佢，連結到佢內心嘅部分呢，佢係會即刻成個人呢活着，因為佢真實嘅部分被我看見，被我接納。Chloe 唔係個別例子嚟噶，但係佢提醒咗我嘅係，我哋作為老師或者家長或者成年人呢，點樣先可以有效實踐嘅第一個條件就係照顧自己，以身作則。我冇將我未處理嘅部分呢，可能爆落佢度。我哋發現呢，學生有啲常見困難嘅，包括係唔識講、唔敢講同埋唔使講。我哋機構咁多年以嚟都用咗3種方法去應對嘅，包括係改變對話形式、用工具輔助、營造安全嘅對話氣氛、平衡權力差異、豐富經驗學習、提升覺察同埋社交認知。當然啦，我哋喺機構內部同埋同咁多學校合作之後呢，發現呢個唔係學生困難啊，係人嘅常見困難啊。咁點樣可以令到我哋每一個人呢可以回應到呢啲挑戰呢？共通點就係關係入面較有權力嘅人可以首先開始做嘅。善意溝通有個老師咧叫 Manasi， 我前年識佢嘅，好感謝佢咧提醒咗我咧權力差異點樣影響溝通。喺權力差異之下咧，我哋點樣可以有效同人溝通呢？咁呢個表係我琴晚用 AI gen 出嚟嘅，同大家分享。權力較高嘅人呢，我哋係首先聆聽呢，先會能夠有效聽到其他人講嘅嘢。而權力較低嘅人呢，通常係要講多啲呢，先會能夠令到權力較高嘅人聽得入耳。但係呢度咧係有先後次序嘅，係要權力較高嘅人首先去聽，權力較低嘅人先會願意同夠膽去講。咁所以點樣先會有效實踐呢？今日叫敢聽敢講啊嘛，同大家分享第二個 tips 啦。大人敢聽呢，細路先敢講嘅。咁其實唔係就大人㗎，就算我依係機構負責人，我會問自己：我夠唔夠膽？有冇勇氣願意聽到我同事對住我都有不滿、失望、憤怒？而我如果聽唔入耳嘅話，可能同事對住我都會唔夠膽講，唔願意講。咁呢個對話就會冇咗真誠同埋效能㗎啦。Just Feel 由2018年成立至今，我哋嘅願景就係轉化學校、家庭同溝通文化啦，提升學生嘅身心靈健康。我哋使命係賦能教育工作者同埋家長，培育下一代活出善意溝通。咁我哋呢點解會結合兩套理論呢？其實就係發現社交情意教育雖然好強調學生點樣去表達到自己啦，有5大核心技能。善意溝通最捕捉到社交情意教育嘅理論嘅不足呢，就係善意溝通更加着墨於權力對於溝通同關係嘅影響，如何令到人與人可以更加真誠理解彼此 （quality connection）。我哋去到今年呢，已經同40間學校合作，受惠咗超過4萬個，即係差唔多4萬個學生啦，8000個老師同埋5萬個家長，都好感激信任我哋嘅學校嘅。喺2022年嘅時候，程介明教授、陳嘉琪教授同埋陳維明教授編咗一本書，係情意學習
想像未來教育。我哋受邀撰寫一篇文章，叫做《同理心校園文化》，令到學生敢於講出自己嘅感受需要。咁我哋當時咧寫咗我哋嘅計劃理念，至今都依然係 apply 嘅。一、預防性介入；二、在地化；三、全校參與模式。當中全校參與模式，我哋又非常重視同學校嘅核心團隊，而核心團隊咧必須要有管理層，同我哋可以一齊去規劃到學校嘅同理心校園文化，點樣 engage 到老師、家長、學生三方持份者一齊善用 Just Feel 唔同嘅資源配套，同學校同行，真係可以帶嚟到個文化同制度嘅轉變，令到學生願意講、肯講、夠膽講。2023年底，我哋好榮幸受到教育局邀請咧，去睇教師專業發展網絡咧做咗研討會嘅分享嘉賓。當初咧有超過200個嘅參加者話，佢哋嚟到研討會咧都覺得對佢哋嚟講係認識到更多提升學生身心健康嘅策略。我哋都好感恩有大家嘅欣賞同支持。而2024年見到4R 精神健康約章咧，我哋團隊更加係非常之雀躍興奮。因為我哋多年以嚟提倡嘅班級關係經營咧，喺4R 入面嘅 relationship 都獲得重點嘅講論。咁我哋係覺得我哋有呢個同路人啊。咁我哋都成為咗合作伙伴機構，喺2024年6月咧，喺個分享會度同唔同嘅學校講下，我哋嘅機構點樣可以支援合作學校推動到4R 精神健康約章。所以點樣先可以有效實踐呢？第3點同大家分享嘅就係有方向、策略同埋規劃，而方向咧都係會配合到教育局個方向嘅。總結一下，點樣可以有效實踐呢？容許我喺度拋磚引玉。一、我哋要照顧自己，以身作則。二、作為大人，我哋夠膽聽呢，細路先會夠膽講嘅。三、學校要有方向、策略同埋規劃去推行，真係令到啲資源咧係可以有效地運用。接下嚟，我會邀請林正財醫生、張耀文教授同埋莊閃先生輪流分享。咁依家咧事不宜遲，有請林正財醫生我哋分享社交情意教育、精神健康與4R。掌聲鼓勵你睇。謝謝 Raymond， 咁多謝 Raymond 嘅介紹，同埋一早同大家有心人咧就可以坐低喺呢一度咧就傾下偈嚇。咁咧就肯定我就咁講又咁聽嘅咁咧就希望大家咧同樣咧都係能夠咁聽咁講嚇。咁咧就大家都知啦，即係我哋委員會即係喺上一屆已經開始咗一個好重要嘅運動，叫 Shall We Talk。咁咧就我哋尋日啱啱開咗會，咁情人節，咁咧就希望唔會阻礙咗我哋啲官員同埋啲委員咧就即係尋晚嘅興致啦嚇，即係情人節晚餐。咁咧就講少少俾大家聽，我尋日我哋開會嘅情況，就肯定我哋會延續呢一個 Shall We Talk 嚇呢個。不過我哋啱啱轉咗個 agency， 所以我哋都想趁呢一個機會咧，就係將Shall We Talk 呢個即係都叫做推廣得幾成功嘅一個運動咧，就再升呢即係有個新嘅形象亦都有啲新嘅 message。如果大家都記得咧，我哋 Shall We Talk 我哋中文叫陪我講，咁咧就基本上都係一個相對有少少戰戰兢兢開始，特別同青少年人希望能夠打開個話匣子，即係我哋傾下啦咁樣，即係嗰種有少少驚驚地即係邀請佢哋開放少少咁樣。不過我相信即係藉住好多即係包括大家即係Raymond 即係好多嘅工作咧，我相信我哋今日嘅青少年人都勇敢咗啲嘅，即係咁講咗多啲所以我哋希望都能夠再提升一個層面，就真係能夠再開放一啲希望能夠 engage 得更加好啲，同埋係真係鼓勵到大家，就好似頭先 Raymond 咁講，
我哋真係敢聽敢講。不過詳情即係因為個 agency 都仲會翻去諗下嘅，咁詳情唔講嚇。不過我希望係能夠做到一啲突破。咁我今日咧就帶咗個牌，就係其實我借咗呢一個房屋局一個 movement 嘅章啊，即係你知房屋局平日都係做房屋嘅嘢啦，起屋追數，即係起多啲屋，因為好多香港市民都係排緊隊上樓咁樣。咁但係今屆個局長就好好推行咗一個計劃叫做共築幸福嚇。咁所以頭先你哋揀嗰幾個咧，即係我都係揀咗呢一個有幸福感嘅感覺嚇。咁咧就其實可以咁講，呢個都係一個突破嚟。其實香港成日都係咁，即係好似你見到呢個校園好靚，係咪？即係應該靚過晒我啲中小學嘅校園。投資咗好多錢，人力都投資唔少，我相信嚇。即係我都聽好多學校、中學校長、小學校長講，我哋從來都唔使受錢嘅問題嚇。但係點解偏偏好多香港人，包括我哋好多青少年人，佢哋唔係覺得咁幸福？即係大家努力咗好多，環境好咗好多，但係偏偏我哋唔覺得好幸福呢。咁所以當房屋局話佢哋都想共築幸福，其實都係一個概念，我覺得值得我哋去思考一下。點解我哋今日嘅小朋友有更靚嘅校園、更多嘅老師、更多嘅資源，即係比我自己細個嘅時候。我細個就喺間臘腸學校裏邊讀書啦。臘腸校即係嗰啲村校呢，即係大家睇戲嘅時候見到嗰啲得一條6個班房嘅啫，一二三年四五年班咁樣6個班房。咁最尾嗰間呢，就係校長室同埋啲職員室都係堆埋喺一堆嘅。但係當時我都覺得係幸福嘅。原因係因為一個咁細嘅校園，冇咩條件，但係校長知道我窮，所以成日同我分享佢帶飯嗰啲臘腸蛋咁樣。咁因為我係食營養餐大嘅，即係我6年都係即係攞個飯壺即係同而家學生啱調轉嘅，我係攞個空嘅飯壺返學校。咁咧就食完之後，即係因為嗰啲中央廚房嗰啲餐送咗嚟之後咧，咁校長分半條臘腸俾我咁樣。咁但係我都唔夠膽食晒嘅，因為我仲要帶半兜飯返屋企，即係餵飽我其他嘅屋企人。即係喺咁嘅環境長大，我係有幸福感嘅。原因就係老師校長會同我分享。不過係有一樣嘢我冇嘅，就係當年就即係冇呢種敢聽敢講呢一個概念啦。我屋企又窮啦，咁所以好容易會發生一種情況，就係大家就係以頭先阿 Raymond 講負面嚟去表達我哋嘅愛意嚇。即係我今日唔鬧你，即係代表我愛你㗎啦。其實我今日唔罰你即係我記得我小學嘅時候即係點樣去獎嗰啲成績好嘅學生呢？係打少啲即係我老師真係成桶嗰啲藤條擺喺度嘅嚇。咁佢哋即係 develop 咗一個好精準嘅系統。佢話每個學生呢，你哋都有你嘅才能嘅，所以你哋每個人嘅合格成績都係唔同嘅。咁咧就舉個例，好似我都叫做幾乖讀書。我嘅合格分咧唔係60分，我嘅合格分咧係80分，所以我每一次咧我測驗咧或者默書咧，我低過80分咧，我都會打嘅。即係如果我係78分之後，我打2騰就所以即係呢個因材施教方法嚟㗎，係咪好叻即係呢個拔尖保底方法咁但係個表達方法就係你今日可以打少啲，即係表示你叻啦返到屋企亦都係咁樣咁所以到我讀中學嘅時候咧，即係我就即係被呢一種表達嘅方法咧，即係因為我由新界即
即係搬咗出嚟九龍讀書。咁啊，所以我個 bottom line 就係同學一定唔中意我嘅，老師一定唔關心我。因為我喺一個負面嘅環境裏邊去長大。所以我以為我啲同學都係唔會中意我一個新界仔，咁所以我自己嘅感受係負面嘅。咁我已經即係預咗啲同學係唔中意我，會排斥我咁樣。所以我自己就抑鬱啦，喺中學時期。咁咧就即係其後甚至乎即係有輕生嗰個念頭。咁即係直至我即係其後我有咗信仰之後，我就改變咗。咁其後原來我發覺啲同學唔係想排斥我同埋唔中意我嘅喎。因為嗰啲原來啲九龍仔咧，從來都未見過牛啊，未見過雞啊，佢哋每個禮拜就嗌我咧就去新界去睇牛啊、睇雞啊、坐我單車尾啊咁樣，係好開心嚇。咁甚至乎我中六嘅時候咧，即係因為我即係每日要花個幾鐘頭，即係2個鐘頭返學，2個鐘頭放學咧，所以有個同學佢住喺呢度附近嘅咋，即係屋企唔係有錢嘅，即係當年呢個新蒲崗呢個地方，佢同我分享咗佢上格床，叫我喺佢屋企住咗2年。咁所以就係呢一種差異啊，即係因為我哋唔夠膽將我哋自己嘅內心表達出嚟，引致好多誤會啦，引致好多溝通嘅失效啦，引致好多負面嘅情緒啦。咁我自己真係好希望，即係我哋今日我哋嘅研討會係可以討論多啲。咁我記得即係講返幸福啦，中學校長會即係今年唔知幾多10週年啊，我唔係好記得。咁咧就50係嘛？咁咧就話邀請我去佢個研討會。佢俾我嘅題目係話點樣建構一個幸福嘅校園。講翻今日嘅題目就係我俾一個好簡單嘅信息。其實幸福嘅校園係由一個幸福嘅校長開始。頭先阿 Raymond 都講咗好多以身作則啊。其實我哋大人呢，唔單止要咁聽，其實我哋都要咁講。最尾我講翻尋日我哋開會啦，即係講翻嗰啲 PR strategy。對我嚟講，我覺得今時今日嘅年輕人，其實佢哋係願意嘅，佢哋係開放咗。不過，其實佢嗰種嘅壓抑喺邊度學翻嚟呢？其實咪係睇我哋呢啲大人咯。你諗下個小朋友，佢學啲咩嘢？唔係書本教佢啲咩嘢，而係佢睇身邊嘅人係點樣表達。喺學校環境裏邊，喺家庭嘅環境裏邊，如果佢哋嘅爹哋媽咪都係唔會講自己嘅感受，喺學校環境裏邊，老師校長每次 assembly 上堂都係講一啲好偉大嘅理論，但係永遠唔會講自己。其實佢哋一樣都係學翻咁樣學佢哋個表達個方法。咁所以我都對住啲校長，我唔知今日有幾多個校長喺度啦嚇，都係咁講。我希望你哋每個禮拜 assembly， 你講你好多宣佈好多勉勵嘅説話嘅時候，講多啲你自己嘅感受。你今日遇到啲咩嘢啊？當你自己有病嘅時候，你會唔會同人分享你面對疾病嘅時候嘅感覺？當你太太即係或者有唔舒服嘅時候，你有冇同你嘅學生講你自己嘅感受？當你家庭有問題，或者你自己工作上有挫折嘅時候，或者你遇到一批好曳嘅學生嘅時候，你嘅感受又係啲咩嘢？唯有我哋自己多啲分享自己嘅感受，我哋嘅青少年人佢哋先至會學識，原來呢一個先係正確嘅溝通嘅方法，而唔係好似我細個時候，我爸爸媽媽係用負面、用藤條嚟去表達。我嘅老師係用藤條去表達。最多就係最叻係我校長，佢用條臘腸嚟去表達，而唔係用真正嘅溝通去將我哋嘅內心嘅世界表達出嚟。咁所以我好希望
即係今日研討會我哋可以即係溝通多一啲以至我哋係能夠先個勇氣係自己嗰度嚟先，所以我哋唔單止即係要咁聽我哋自己都嘗試咁講。咁所以我講翻尋日開會情人節開會，我唔知最後我哋個 PR agency 會唔會接納我嘅意見因為傳統都係咁講噶啦，即係我哋揾啲歌星名人即係嗰啲 celebrity 出嚟，即係咁我哋好開心我哋有陳奕迅，又即係願意講出嚟佢自己嘅內心世界。咁呢個唔係錯嘅，絕對係好。所以好似我之前講 Shall We Talk 好成功都係因為咁嘅原因。不過我哋要升呢啦，升呢就係我唔單止係一個好遙遠嘅人或者甚至乎佢係一個有情緒問題嘅朋友，一個復原者佢今日做咗一個公眾人物，所以我邀請佢嚟做我哋嘅代言人。佢頂多會覺得一個我唔識嘅陌生人，一個好遙遠嘅人，佢願意講。我希望升呢就係喺我身邊嘅人，所以我話我哋可唔可以真係邀請一啲 authority figure 阿 Raymond 頭先講嗰啲叫咩權力，即係有權力嘅人，佢能夠講。所以如果我哋當中有校長嘅話呢，我希望你嚟緊呢一個 assembly， 你就企上台講你自己你嘅感受，今刻係點樣？希望在座嘅老師，你試下喺第一堂你就講你今刻你所面對到嘅困難你嘅感受又係點樣？多謝林正財醫生嘅分享啦。補少少背景，其實我特意邀請林正財分享自己成長經歷嘅，因為上次咧喺城大研討會咧聽到邱誠武先生同林正財醫生嘅互動嘅時候咧，我覺得好動人我都好受感動，所以特意再邀請林醫生咧再同大家分享。咁而家咧就邀請張英文教授同大家分享研究的啟示：師生關係對推廣社交情誼教嘅重要性。有請。好多謝，首先好多謝 Just Feel 邀請我嚟啦，同埋我都好高興可以同大家分享下近呢1-2年嚟 Just Feel 同我嘅 research 團隊研究出嚟嘅成果嘅。係啦，喺過去呢十幾年左右啦咁社交情誼或者係社交情緒嘅學習咧，其實係一個都幾熱門嘅課題嚟嘅。咁好多中小學或者係好多老師、學校或者係研究團隊咧，都develop 咗好多唔同嘅 program，就喺學校裏面咁樣run 嘅。咁呢度係一啲少少嘅一啲資料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我懷疑應該啲字體比較細，咁如果有興趣可以聯絡翻 Just Feel 或者聯絡翻我，咁我可以同大家一齊分享之後，係啦。咁有見及此咧，咁所以咧我哋咧就run 咗3個少少嘅研究，咁就睇翻學校嘅社交情緒嘅文化啦，同埋學童嘅社交情緒嘅技巧同幸福感嘅關係嘅。咁喺研究1裏面呢，我哋特別係有興趣睇翻學校裏面嘅社交情緒學習嘅文化同埋師生嘅關係嘅，係啦。咁咩係文化呢？大家都會有呢個問題嘅，係啦。咁啱啱提到啦，可能校長係咪會支持呢一方面嘅學習呢？或者我哋學校係咪期望老師或者唔同同學會互相支援對方嘅社交同埋情緒需要嘅呢？咁研究1話到俾我哋聽呢，其實如果學校有呢個文化嘅話呢，其實教師呢同其他人際關係，例如學生啦、師生啦、學生家長啦，
甚至乎同事嘅關係咧都會好嘅。咁研究一帶出嘅一個小點子咧，就係社交情緒學習咧嘅師資培訓同埋校園文化都好重要嘅。好啦，咁翻去我哋嘅初衷啊，點解要推呢樣嘢咧？呢樣嘢有咩用㗎？有咩意義㗎？係啦，咁早喺10幾年前咧，學者 Anne Marston 同埋Dante Cicchetti 咧就重點提及 developmental cascades 呢個 framework。咁咩嚟嘅咧？cascades 嘅意思咧就係好似一個小瀑布咁啊。咁大家可以幻想一下，如果社交情緒學習或者係社交情緒呢個 skills 咧係好嘅話咧，其實學童好多範疇嘅成長咧都自然會好起嚟嘅喎。咁咧研究二咧，我哋就想睇下係咪真㗎？到底係啦。咁於是咧，我哋咧就同 Just Feel 合作，咁咧就去咗學校，咁咧就招募咗300幾位嘅家長同埋同學，咁就睇翻佢哋嘅社交情緒技巧啦。咁就包括啱啱 Raymond 提到嗰5大範疇 Castle 嘅5大範疇，同埋學童嘅正面同埋負面情緒，同埋內化同埋外化行為問題。內化行為問題咧，可能係一啲焦慮啊，或者係抑鬱症狀啦。外化行為問題咧，就係可能一啲 conduct problems，一啲反抗啊，或者係一啲表面啲嘅行為，睇到嘅行為。咁我哋睇到嘅結果咧，就係其實學童嘅社交情緒技巧咧，同佢哋嘅行為問題同埋情緒咧係息息相關嘅。咁於是喺研究3裏面咧，我哋咧就再邀請咗300多位嘅學童咧，就一齊參加多呢一個 study 嘅。咁我哋又係睇翻學童嘅社交情緒技巧啦。咁我哋咧 follow 咗佢哋9個月嘅，即係追蹤咗9個月。咁就睇下佢哋嘅社交情緒技巧或者係學習，同佢哋同其他同學仔、父母、老師嘅關係，同埋9個月之後嘅幸福感。咁咩叫幸福感啊？好多時我哋都提到幸福感嘅喎。幸福感咧就包括我哋嘅精神健康啦，同埋我哋快樂感。係咪開心嘅咧？小朋友係咪有精神健康嘅咧？咁我哋睇到嘅咧就係學童嘅社交情緒技巧咧，同人際關係息息相關嘅。而人際關係咧同幸福感咧又係好有關係喎。但係呢個 study 咧，我哋睇到嘅咧就係學童嘅社交情緒技巧咧同幸福感咧冇直接關係嘅。換言之，人際關係係呢兩樣嘢嘅橋梁咯，係一個 process， 係一個 mechanism。OK， 好啦，咁我就分享呢3個近期嘅 studies 啦。咁就嚟一個小總結嘅。總結1就係研究1裏面呢，我哋帶出咗社交情緒學習同埋師資培訓同埋校園文化喺呢一方面嘅重要性。研究2同3咧係直接回應咗教育局同埋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 嘅要點嘅，就係咩啊？就係學童社交情緒技巧同埋正向發展係息息相關，而有良好嘅人際關係咧，其實係可以增強咗學童嘅幸福感嘅。好，咁多謝大家聆聽我嘅分享啦。咁如果有興趣可以 email 翻我咁樣，係啦，多謝。好，咁非常感謝咧 Rebecca 咧喺2018年嘅 Just Feel 成立開始咧已經同我哋同行啦，令到我哋不斷喺我哋嘅 school 入邊咧揾到好多 data 去揾到一啲 insight 同大家分享。接下嚟咧有請佛聯會學務顧問莊聖謙先生同我哋分享以社交情誼教育建立精神健康安全網。有請。大家好，要掌握翻啲時間啦，我而家重點喺邊度咧？呢個係一個辦學團體計劃嚟，我哋同 Just Feel 合作係一個
我哋應該係首個辦學團體咧，7間一齊參加呢個項目嘅。咁首先呢度要感恩葉氏家族慈善基金嘅支持啦，因為相關嘅研究其實得到基金嘅資助底下，我哋先可以進行嘅。咁我想重點講下個辦學團體做呢個項目，去投入個精神教育或者社交情義教育嗰個關鍵點喺邊，就係因為7間小學咧係有個共同校訓、共同嘅核心價值底下，中間互動分享咧會將嗰個擴散持續性咧係做得更好嘅。咁其中會就話，除咗呢外咧，我哋發覺學校做社交情義啊、精神健康啊、價值觀教育等等呢啲範疇咧，其實唔可以單打獨鬥。我哋係需要咧係有協助機構、有心有力嘅協助機構同我哋同行嘅。我哋佛教講廣結善緣，就係呢啲就係我哋要把握嘅因緣。當我哋遇到 just feel， 我哋發覺我哋情投意合嘅，所以我哋咧就把握呢個因緣咧，就隨順呢個因緣咧，就開展呢個辦學團體嘅項目。其實最終目的都係為咗學生同嘅學習同成長利益。咁頭先或者我 PowerPoint 可能冇辦法全部咁講晒，因為頭先聽到阿林醫生同阿張教授一啲分享之後咧，我有啲啟發嘅。頭先林醫生講嗰個幸福校園，我就覺得擴展到可能係嗰個，因為以前咧就大家同工嘅校長老師都知嘅，以前係講正向嘅，好興，而家講好流行講幸福嘅。幸福校園咧，建基啲咩？其實我覺得闊啲嚟睇咧，係幸福嘅家庭。後幾個家，其實學校同埋學校其實係一個 family 嚟嘅，係家長、學生、老師嘅家庭嚟嘅，一個家庭嚟嘅。好多精神健康問題咧，睇咗喺小朋友身上顯示，其實背後係好多家庭問題嘅。以我哋嘅經驗嚟講咧，問題孩子出現問題家庭，我哋唔係100%，但我覺得成件嘢，如果我認識有個 foundation 叫 We Are Family， 佢即係話成個社會有 family 嘅，講差少少啦，同佢有啲關係嘅。佢推行一個333小老師計劃，我喺2011年咧就搶咗呢個計劃翻嚟觀塘區做，因為我覺得好有意義。佢係幫咗一班小朋友咧，就係欠交功課嘅。其實背後欠交功課背後咧，佢嘅目的係想培養呢班欠交功課嘅小朋友成為一個小老師。但係背後我後尾觀察咗一輪，跟進呢個計劃之後咧，因為我學校係 base school， 咁佢有10幾間學校啲學生放咗落嚟個學校咧，就好似做功課輔導咁。其實背後其實個意義喺邊咧？佢係揾緊一啲家庭問題，因為唔交功課，其實背後係有家庭問題嘅因素好大嘅。翻轉頭，精神教育一樣。如果成個精神教育需要就唔係淨係學生嘅，個重點其實放闊少少睇咧，係成個社會都需要。學生需要咧，係引申到家庭嘅需要、老師嘅需要配合。即係呢個先係一個所以我點解話推行呢種呢類型嘅教育咧，係需要最關鍵成果係乜嘢咧？就係團結。所以點解辦學團體一齊做咧？7間學校一齊做咧，就係想彰顯呢個團結。係一個我哋有個小學校長會一個平台入邊，下低有好多跨校嘅委員會，去一齊做好件事。呢個先係嗰個我哋嗰個關鍵點啊！咁你話我一間學校就辦聯得一間，可能啲單頭學校，咁就係你校內嘅團結。我覺得係校內自己嘅團結。校團結要點咧？就係要全民參與。個計劃關鍵喺邊度成功咧？就係話我同一啲校長即係傾過呢種問題嘅。中學校長第一件事最關注疫後咩？
就係追趕進度 DSE， 小學係咩 PS1， 呢個係現實問題。如果你改變唔到家長嘅諗法，家長都係嘅。我試過喺學校修禪一禪用，每日用5至10分鐘，咁個家長就喺度問個校長點解唔用嚟做埋英文閱讀啊？嗱，成個問題就係如果你唔改變家長嘅睇法，淨係做家長仲有老師嘅睇法，你唔全民參與咧，老師就覺得呢個係高小嘅問題，最多學生犧牲咧就喺初中。所以咧，高小有學習壓力，所以高小做 just fail， 1、2、3唔使做嘅。我睇法就唔同。喺林醫生面前，可能唔知我講啱唔啱啊？即係流感打防疫針，打咗係咪一定唔流感咧？唔會有流感咧？就唔係嘅喎，應該係咪啊？即係只不過可能併發症啊。降低機會啊，甚至有啲人唔適合打流感針嘅嘛，係咪？咁但係我可能呢個比喻唔係好適當，但係我覺得你做精神教育咧，社交情教育就好似必須打流感針一樣。你打咗個針落去咧，就有嗰個預防嘅作用，好過之後去醫。呢個就係我哋其中一種睇法，所以我哋辦學團體覺得需要做呢樣嘢，呢個係對學生嘅慈悲，係我哋嘅智慧，係幫下一代準備好化解壓力，面對逆境。尤其香港未來睇嚟都相對成個社會都陷入一個低潮嘅，家庭會出現一啲問題，學生作為家庭嘅一份子一定受影響。如果嗱呢個 sorry， 我立咗落。我哋呢個計劃咧本身係七間學校一齊做，分階段咁做嘅。點解攞翻啲小淵源咧？即係嗰個歷史緣由啦，就分5年完成嘅。咁我哋係想共同建立個精神安全網俾全體嘅會屬學校，希望透過大家嘅互動同埋分享咧。咁當時點解會有呢個因緣咧？呢個緣起咧，就係因為 Just Feel 同佛教慈敬學校就先合作喺2021年啦，我應該係21年定22年，我唔係好記得。即係咁佢哋咧，當時呢間學校點解做到有啲成果咧？就發覺我同校長分享就應該係全民參與，全民參與即係令到咧成個學校呢個大家庭咧，就將所有老師、家長、學生咧，都放喺其中入邊。呢個當然有難度啦，因為學校空間不足，個個都知，尤其疫後翻嚟添。第一件事梗係追趕進度啦，學生甩漏係咪啊？全部個問題。但係你會見到，其實如果你如果你仲要揾時間，校長仲要揾時間話我將一啲課時咧擺喺社交情意教育作為正規教育嘅部分。其實呢個需要好大勇氣，正如頭先林醫生所講嘅，即係其實校長好關鍵嘅，就校長決定究竟做唔做咯。如果做嘅話咧，就成個對學生都係用學生嘅成長同學習利益先行咯。時間關係，我冇辦法講所有預備嘅 PowerPoint， 即係希望大家明白就跨校有好嘅個作用喺邊，就係大家可以有交流互動之下，多啲創嘅新點去幫到學生。集體備課重要，因為呢個係一個課程嚟嘅。既然中英核心課程好重要，其實情意教育、精神健康教育呢個課程唔重要咩？喺日後嘅日子入邊，學生有社交能力，控制到情緒 ，EQ 高，對逆境有壓力化解能力，其實比乜嘢都重要。我唔係話語文要你做科學教育，理科好重要，數學好重要，我明白嘅。但係你要讓社交情意教育落到地生到根，其他呢啲所謂核心嘅個學科咧，
先會發展得更好嘅。最後咧，我就覺得我借阿范校長同我有一句説話，佢講話，佢話其實咧要有精神健康嘅孩子，首先要精神健康嘅老師。我覺得更加要有精神健康嘅家長。學校呢3類嘅主要成分者嘅精神健康係互相扣連埋一齊嘅，所以家合作、親子關係、師生關係、同儕關係係最重要嘅。多謝大家。好多謝莊聖謙學務顧問。咁咧好感恩啱啱3位嘅嘉賓啦分享。咁然後咧有個 QR code 邀請台下嘅參加者同埋線上嘅參加者咧，邀請你去問你想問嘅問題。咁喺呢個時間咧，我哋都邀請3位嘉賓，有冇啲咩你會想聽完其他嘅時候發問啦，或者分享？咁同時間咧，我又會睇緊Mentimeter 咧啲人會問啲咩嘅，咁可以 open the floor 隨便嘅。其實阿林醫生，我想講，你頭先講話學校係好有錢嘅，其實喺面對財赤底下咧，我有啲擔心學校第二個財政資源係有問題。即係呢個實際上要推行嘢，除咗唔係金錢嘅問題以外咧，其實係好多唔係純粹金錢資源，我覺得係即係好多我哋同外地交流啊，好多因為我唔覺得西方嘅理論一定 OK， 傳統一定唔得，我覺得即係傳統理念，但係要睇學校嘅文化個成傳。但係有啲嘢係需要資源去做嘅。問題係將個資源配套放真係除咗強調重視精神教育之外，係咪真係有制度、有配套、有資源咧？真係長遠嘅喎，即係唔係一筆過喎？因為政府最中意俾一筆過嘅。咁你知要成日俾人彈啫，一筆過你使唔晒咧，要俾翻你。咁係咪有啲人就亂咁使，點都要使咗去？但係有啲人有啲心力嘅學校真係好需要咁使。尤其有啲學校可能佢面對嘅精神健康嘅困擾學童係比較多嘅。有啲 SEN 學校，而家你見到學生多嘅 SEN 學生，佢嘅家長作為照顧者嘅家長嗰個壓力係好大嘅。其實佢哋嘅精神健康係好需要關注嘅，否則社會不斷會有悲劇嘅啫。如果講到資源嘅問題咧，其實就喺即係整體成個社會裏邊咧，係有好多資源可以運用嘅，即係亦都唔係話單係。即係而家經濟差，即係話唔可以再加錢就即係克制咗即係日後嗰啲即係服務嘅發展。因為今日已經好好啦，即係其實我見到大部分嘅學校咧都願意開放嘅校園咧，讓好多社區裏邊嘅 NGO 好似 Just Feel 一樣，即係入到學校裏邊。即係其實以往。即係我諗大家知啦，即係大部分學校都係即係忙於自己嘅工作，都係閂埋門自己做嘅。咁而家就係有好多 NGO， 有好多團體，即係馬會亦都有好多資源係俾學校。即係只要學校願意咧，其實喺社區裏邊係有好多人等緊校門一開放咧，佢哋就入校同各位老師們一齊去建立一個即係精神健康嘅校園。所以喺嗰方面其實個資源，即係我暫時見到咧，就唔係話好欠缺嘅。如果真係有困難嘅時候咧，你哋可以嚟同我講。其實好多即係包括今日即係贊助嘅基金會啊，好多即係社會裏邊嘅人士咧，係好關心即係青少年人嘅精神健康嘅。即係佢哋絕對係願意咧，係即係如果錢解決到嘅問題，佢哋係絕對願意咧係俾錢嘅。已經收到好多個提問啦，咁我就可以問一兩題啦，都可以 open the floor 俾大家去分享嘅。第一個咧就係好正啊，好真實啊！老師好忙，冇精神做點算？係嘛？邀請不如三響都可以分享你哋嘅睇法啊！都幾多類似嘅問題都係講緊老師嘅身心空間不足，或者學校嘅 priority 競逐之下咧，好似冇空間去同學生 connect 或者了解到關心到學生嘅。咁啊，不如邀請大家可以隨便分享。或者我講先啦，即係其實我絕對明白嘅，因為即係由我做咗主席開始咧，即係我接觸教育界咧，即係都聽到好多呢個講法。咁我相信呢個都係真實嘅即係情況嚟。不過即係好似頭先我唔記得咗邊位講即係家長咧，即係我亦都明白，其實學校同家長呢一種有時都
頗不健康嘅關係呢，就即係引致學校係有時會做一啲即係對我嚟講，我覺得係未必一定需要做嘅嘢啦。特別喺追趕功課呢一方面呢，即係其實即係特別小學啦，即係我諗大家都知，即係教育局個指引其實我哋係真係唔需要俾咁多功課特別係初小嘅學生，我哋亦都唔應該有咁多嘅測考。咁但係我亦都聽到好多校長老師講話，即係你一減呢，啲家長就投訴㗎啦嚇。就我亦都明白呢一種即係 toxic 嘅，即係彼此牽引嘅呢一種嘅關聯性。咁所以我就真係希望同教育界咧一齊努力咧，即係改變家長呢一個心態。我舉一個好簡單例子，我哋小學生係差唔多係全世界即係真係有研究嗰啲就係 OECD 國家啦，最孱嘅，即係體能，全部都係孱仔孱女嚟。你諗下，我哋出咁多奧運嘅咩頂尖嘅運動員，但係偏偏我哋嘅小學生，我哋能夠做到呢一個即係MVPA 60，即係每日60分鐘中等至高強度嘅運動。根據世衛嘅建議，每日我哋要做60分鐘。我哋嘅小學生，我哋達標嘅係 single digit 百分比，即係90幾%嘅學生係做唔到。咁亦都有足夠嘅研究，咁學者可以同我哋分享。足夠嘅研究顯示咧，運動係同學業成績係成正比嘅，即係只不過係我哋整體成個社會嘅氛圍，我哋係拉高自己，即係成日就以為多啲功課、多啲測考，成績就會好噶啦。學校即係校評就會做得好噶啦。其實絕對唔係一回咁嘅事，即係全世界好多嘅研究，即係無論係精神科醫生做嘅、教育學家做嘅、心理學家做，全部都係顯示一樣。你根本唔夠運動呢，就你唔會讀到書，唔夠睡眠亦都唔會。咁好多人即係講精神健康呢，好似係一種隱形嘅嘢，因為學校即係學業成績，你要派成績表，你會見得到。但係精神健康係隱形嘅，所以你見唔到。但係其實呢一個就正正就係我哋追唔上呢一個即係我哋嘅即係科學進步嘅認知。小朋友特別喺小學嘅時期，佢哋嘅腦部發展，如果你用 MRI 去即係每年去幫佢照呢，其實係睇到好清楚。其實小朋友個腦部發展係好在乎佢嘅精神健康，好在乎佢夠唔夠瞓，好在乎佢夠唔夠運動。其實就係咁簡單。即係如果你喺屋企有種過棵嘢，你就知㗎啦。即係其實我哋人嘅腦咧，有即係數以千萬計嘅腦細胞，佢不斷發展咧。其實佢做啲咩嘢咧？佢就係即係好似我哋種嘢咁樣，嗰啲壞嘅枝咧，我哋剪咗佢，就等好嘅枝咧可以發達。如果唔係嘅話咧，佢就會俾嗰啲壞嘅枝咧就係鞏固咗，好嘅枝咧就發展唔起上嚟，所以佢就唔會開花結果。咁所以我哋要學生成績好咧，就係我哋要俾時間佢瞓覺，俾時間佢做運動，以至佢趁嗰啲嘅時間咧，其實我哋嗰啲腦細胞咧就會即係即係喺瞓覺同埋做運動嘅時候咧，就係即係分開開，跟住插翻去啲啱嘅位嗰度。咁以至即係而家我哋今日嘅 MRI 咧，即係其實已經完全顯示到呢一啲嘅關聯性。咁只不過我哋個腦係喺一個人嘅頭骨裏邊咧，我哋見唔到，所以我哋就唔會為意呢啲嘢。我哋嘅精神健康我哋見唔到，所以我哋就以為嗰啲嘢唔真實。但係其實係每日就喺你嘅學生嗰度發生緊。所以我哋唔俾時間佢瞓覺，唔俾時間佢做運動，根本就係冇可能可以健康地成長。所以我哋唔單止即係我哋嗰個 single digit 嗰個即係 MVPA 咧，其實係唔係單係顯示緊佢哋係體能上嘅孱仔孱女，我哋可以講，其實佢就係一個腦部嘅孱仔孱女。所以即係如果我哋繼續係咁咧，
即係我哋唔好講話我哋今日嘅經濟狀況差，即係我哋10年後、20年後，我哋嘅小朋友就係出嚟做嘢嘅時候，佢哋就係唔識得做啱嘅決定，佢哋就係面對唔到 AI 世界嘅改變。我哋嘅社會只會越嚟越差。咁所以即係呢啲我希望呢啲嘅信息呢，我哋係藉住大家，我哋無論喺教育界裏邊，喺家長界別裏邊，喺成個社會層面裏邊，我哋都好清晰咁講。所以好似我被邀請去嗰啲家長會講咧，特別啲中學咧，我第一樣嘢我就指住啲家長講：嗱，我今日就係講一個信息，好簡單。你嘅細路，你唔俾時間佢瞓覺，唔俾時間去做運動咧，佢 DSE 一定考得唔好，就係咁簡單。即係我哋要有呢種勇氣，係好清晰咁講俾我哋嘅家長聽，就係咁簡單咋。你唔俾時間佢瞓，你以為佢做多份功課，佢再溫多啲書，佢日後就會成績更加好？絕對唔係。個事實好多嘅證據已經顯示俾我哋睇。呢個關聯性係好強，所以我哋係要好有勇氣地、好清晰地同我哋家長講。如果我哋做到呢個呢，我哋就能夠將老師同校方嗰種不健康嘅關係呢，即係我哋拆除翻佢。好多謝林醫生。咁基於時間所限啦，咁我唔好意思，喺度要做個完結㗎啦。咁咧，但係咧，如果現場參加者有興趣咧，歡迎我哋完咗呢個環節，你可以同幾位分享嘉賓再交流。咁然後咧，喺度最後有個總結啦。咁啱啱林醫生講咗多研究課運動睡眠。咁喺 Just Feel 我哋呢個社交情誼教育研討會咧，可能加多一個就係都好多研究話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同埋 mental health 嘅關聯性。我哋咧好渴望大家會記住，社交情誼教育唔係奢侈品，係必需品。其實人生成長咧，大家都要朋友，如果唔係我哋會好孤單。我哋都需要連結，我哋係 social animals。咁希望咧，我哋可以一齊攜手同學校共建一個同理心校園文化，使到學生咧係一個有安全感、歸屬感嘅校園成長，同我哋老師、家長、學生一齊咁聽咁講。咁接落嚟咧，我哋有請 Just Feel 嘅 Board Chairperson Crystal 上嚟咧，頒助感謝狀俾呢個莊勝謙先生、張婉文教授同埋林正財醫生，有請。咁我哋機構嘅獎狀咧，好特別咧，係會用我哋嘅善意溝通後面嗰個需要嘅。咁你會見到咧，我哋每張獎狀上面咧都會寫住一張3位分享嘉賓早前自己揀咗佢哋重視嘅需要。咁但係咧，大家都可以揀自己你哋張卡上面需要。我哋3個一齊嘅，3個一齊嘅，係3個一齊嘅，3個一齊。唔好意思，我講漏咗。係啊。咁咧，大家都有大家重視嘅需要㗎，大家都係自己圈嘅。好，咁我哋就攝影師麻煩唔該。最後咧有個鳴謝嘅，我哋都好渴望咧可以分享到俾大家聽咧。Just Feel 2018年去到依家啦，如果冇呢啲人又或者呢啲AI 嘅支持咧，係非常之唔可能嘅。所以咧喺度咧特登鳴謝呢一班嘅支持者。總結：先處理心情，再處理事情。11點20分準時開始第一輪嘅分場工作坊。多謝大家嘅參與。11點20分喺唔同嘅空間見。第一節完到呢度，多謝。